咱们在文学上的兴趣当法，除了写新诗以外，还写小说、剧本、散文、歌词等。其实用日月潭的故事得到教育堂儿童剧本奖，上地头拿档的牛年书得到教育部儿童文学奖，游戏得到冯建全儿童文学奖书奖。目前的遗产得到联合报ခေ短篇奖，有心在画花笔开得到教育部散文奖，阿婆老艾得到同时日光奖奖。之外，还有得到苗栗县杰出语文工作者奖、台中市自称优秀文艺作家奖等。歌剧剧本《牛郎》这郭子燕作曲得到中国儿童歌曲创作主奖，实地台湾同法国巴黎公演得到当好的评价，同时插扬在世界本人成立国手课本制度，是200参加世界诗人大会。咱们在2004年过世，享年83岁。根据咱们的诗歌作品，参考咱们7家的诗刊，还有诗评家对家的诗作品的评价，就得看出咱们的诗作风格和特色。一、自信的表现。咱们认为现代诗人应该将情绪具体分析过后，再用新的知识同形态构成新诗，创造独特的世界。对各部门的知识同教养要多多学习。咱们的新诗作品表现内容上的科学性，还有形式上的自觉性，用自信的设计的思维、计算的思维来完成一首诗的感性的完美的世界。二、实验性的精神。咱们的诗作实验室就得看出诗人运用实验室的工具、理性的实验、过程的描写，表现出诗人喜怒哀乐感情的变化。第二首诗最尾段写到：第二个理化实验室制度，第二个新诗实验室制度。实验就是人生啊，人生就是实验。诗人将新诗的创作当作一摆的实验，看太多规个人生，没老记当作是一摆的实验。可见实验的概念、态度同精神融入了咱们的实验新诗的写作，还有规个人生。另外，在咱们的短文、约同时也有讲到，要发明一种良药，就不断的实验，要创作一首好诗，也要不断的实验。实验的精神，其实是咱们的坚持。三、图像诗的提倡。在台湾现代诗史上的图像诗，咱们在1943年发表的《Affairs》是清早的尝试。为首诗用7个数字同男女2个诗的组合，设计出最短、最简单的男女关系事件的诗剧。另外，像雨、吃花香、水牛图、人等作品，都有运用汉诗形体的特色，还有作者的联想，表现出形式上的神奇，组成有意义、象征的图像诗。